讲到这个风台嘛，我相信伫明仔载透早进前会变做是强烈风台，未来会向西北西这个方向来走，按算二倍会向北边来挖，到时阵挖的角度也决定影响台湾的程度。车通过地面积水的所在，水喷甲真悬。梅河方面刷入来，带来强降雨。高雄六股下晡3点外1点钟，雨量就突破40毫米。拜二梅河方面快速由北往南通过，尾仔高雄屏东甲恒春半岛雨拢不遮明显。拜三伫西半部地区、东部也甲东南部拢也有落地渐准雨。明天白天的雨量预测图可以看到，各地仍然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，主要是因为水汽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，然后各地的云量也会比较偏多。这部方面各地水库拢有入水，中部的明德水库上新的欠水量来到94.7%，早起阁进行调节性下洪。北台湾的石门水库欠水量来到35%，比前一天有较悬。台南的北河水库有16.1%，暗国供应嘉义台南的曾文水库欠水量较无10%，光店水库欠水量嘛干7.2%。另是风台马华目前发展到上强的中度风台，上近半暝到透早就会发展做强烈风台。拜三开始，北方的太平洋高压增强，马华会渐渐受到导引气流的影响，高压的强度会决定未来的路线。目前变数也真大，也有可能马华伫东北的过程影响台湾。转弯的幅度多少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预期它还是有可能会转弯。那有可能是台湾会是一种类似擦边的碰触到，然后北上。当然，现在还是不能排除它有直接碰到台湾的机会。气象专家分析，目前综合各国的模式，风台东北往日本的方向机会较悬，不过路线变化也真侪。拜六了后会较明确。气象局表示，风台这礼拜向西北西移动，挖近菲律宾东边海域的时阵，有转北的趋势。拜六台湾沿海都要开始注意有长影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